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9月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9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8天。在这个波夫罗夫斯克前线，在这个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俄罗斯132旅的残部试图从包围圈中杀出，并试图向援军靠拢，但却被亚速旅和93旅的部队重新包围。在波克罗夫斯克左翼，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已经证实425突击团解放了达科内定居点，该定居点的北部铁路同样控制在乌军手里。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的突出部的这些俄军的残部，现在是基本上束手待擒，进入了乌军的包围圈。根据乌克兰亚速军团的数据说，最近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北的战线，一共击毙2427名俄军士兵，所以俄军在这儿付出的这个是惨重的代价。乌军收复了多部罗皮利亚方向的叫博伊基夫卡和扎奇肖克，乌军已向新帕夫利夫卡方向达赫内市中心推进。总之，这一段时间以来，乌军不停地收复定居点，俄军的攻势已得到遏制。乌军的军事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在黑海还继续展开行动，利用 FPV 无人机和其他战斗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一艘 BL680 型舰艇、一艘鱼叉 B 雷达和一套电子战系统。他们还烧毁了4个敌方天线装置，并消灭了多名俄兵。乌克兰空军和火箭炮兵昨夜对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使用制导炸弹和制导火箭弹实施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军队的阵地、临时部署基地、战地指挥部和其他高价值军事装备遭到轰炸。截止到昨天，俄乌冲突已经持续1291天，这个战场呈现高强度攻防与复杂的外交互动并存的这么一个态势。从军事方面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9月4日全天共发生172次交战，俄军发动2次导弹袭击、78次空袭以及4861次炮击，并投入5607架次自杀式无人机。乌军通过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方人员集结点、弹药库、指挥所以及火炮系统实施了有效的打击，战争呈现多点对抗态势。根据乌方的统计，自2022年2月全面战争以来，俄军损失累计已达108.6万人。当前战况表明，前线压力仍处高位，双方在多区域展开高强度攻防。从目前战场的态势来看，以及双方的报道，俄军在前线推进是越来越不乐观，越来越不顺利。1292天，仅仅夺取了乌克兰 9.6% 的土地，但是却付出了100万人的伤亡代价。而乌克兰还不停地用无人机和它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的炼油厂、储油罐、码头。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幅员辽阔一直是俄罗斯的最大优势，使俄罗斯几乎不可被征服。现在优势却也变成了劣势。乌克兰正通过对俄罗斯炼油厂进行远程轰炸，使俄罗斯的这一劣势变得尤为明显。也就是俄罗斯的天空太广阔，没有办法守，防不胜防。现在乌克兰正利用俄罗斯的地理位置，也就是俄罗斯自己的优势来对付俄罗斯自己。乌军选择俄罗斯的炼油厂作为目标，是因为俄罗斯的炼油技术非常脆弱。现代俄罗斯炼油厂采用壳牌、托普梭等美西方的这种设备和零部件，还有技术，包括加氢劣化、催化重整、异构化和O5组分生产。2022年以后，设备、软件和催化剂的交付
也是受欧盟和美国的制裁而停止。由于这个催化剂它是个消耗品，每1到3年要更换一次。由于缺乏美国和西方的供应，俄罗斯只能依赖性能较差的旧库存或东方某大国同类产品。压氢反应器和压缩机仅在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而且交货时间长达1年。东方某国只能弥补部分缺口，泵、热交换器和简单的催化剂。然而，对于复杂的工艺，其技术落后，用这个东方某国产品替换西方部件，需要对整个炼油装置进行改造。因此，乌克兰每次对加氢劣化或重整装置的攻击，都会导致数月的停工。俄罗斯的炼油厂的地图揭示了一个关键的战略问题：主要的加工能力集中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而远东地区燃料消耗却不断上升，通往东部地区的燃料物流绵延数千公里，造成了额外的成本和风险。滨海边疆区长达数公里的排队现象，正是西部生产与东部消费之间这种不平衡的直接后果。从基里希到伏尔加格勒的大型炼油厂都在乌克兰无人机的覆盖之内。火烈鸟导弹如果得到大规模的使用，可以打击位于鄂木斯克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随着射程的增加，以前被认为遥不可及的设施现在也受到了威胁，这个给俄罗斯的防空带来了现实的问题。保护从加里宁格勒到远东地区境内所有的炼油厂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曾经是俄罗斯经济实力源泉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已经成为一个俄罗斯的命门和软肋。俄罗斯方面报道，由于无人机袭击引起火灾，俄罗斯石油公司梁赞炼油厂主要功率最大的 AT-6 主机组已暂停原油精炼，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的。所以说你看，梁赞炼油厂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在乌克兰坚持不懈的打击之下，以及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之下，俄罗斯8月份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与去年8月份相比下降了 35%。石油和天然气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的收入之一，所以目前俄罗斯国内的燃料价格正在飙升。自开战以来，俄罗斯汽油价格上涨了近100%，就涨了1倍。柴油价格上涨了40%。自今年8月份，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和油库的攻击，再加上更高的消费税、严格的出口禁令、飙升的通胀等因素，共同推动了俄罗斯燃料价格的上涨。截至9月4日，俄罗斯的燃油创下最大涨幅。俄罗斯炼油厂受损导致汽油价格飙升至多年来的最高点。92号汽油从开战前的40卢布涨到了80卢布左右，大概7块5左右，也就是终于黄俄可以扬眉吐气，也就是黄俄现在给汽车加油，92号汽油比俄爹要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95号汽油现在大概8块钱左右，充分的体现出这个俄爹是越打越有钱，越打越富。所以前2天在海参崴什么远东经济论坛上，普京对记者说远东地区煤炭储量巨大，足够使用1000年。他强调，如此丰富的储量值得大家思考如何利用。虽然俄罗斯现有的油气供应有些困难，但可以多使用煤炭，多烧煤，大力发展蒸汽机等成熟技术。也远东地区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现在是勒紧裤腰带，尽量少用天然气和石油，能源改用这个煤炭，把石油和天然气卖到东方某个大国，以赚取外汇。毕竟往大国卖不太容易，没有什么优势，实现了俄罗斯的老百姓越打越富有。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自从普京多次表态让泽连斯基到莫斯科去谈判，
想谈，那么到莫斯科来。普京还说他已经做好了随时跟泽连斯基谈判的这种准备，而且他100%的保证泽连斯基在莫斯科的安全。泽连斯基于2025年9月5日公开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晤的提议，并且泽连斯基反过来说，普京可以来基辅，当我的国家每天被导弹袭击时，我不能前往莫斯科。大家看视频。Right now, 3 weeks after the summit in Alaska, still no meeting between you and Putin. He said he will meet if you come to Moscow. He can come to Kiev. You know, if a person doesn't want to meet during the war, of course he can propose something which can't be acceptable by me or by other. But it's understandable. I can't go to Moscow when my country is under missiles, under attacks each day. I can't go to this capital of this terrorist. It's understandable, and he understands it. It's the same proposition, as I said, that he has to come to Kiev. Yeah, so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he is doing it to postpone the meeting. 泽连斯基拒绝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谈的这个态度，凸显了俄乌冲突中存在的深刻分歧和信任矛盾。这个地点之争不仅仅是关于会谈场所的技术性问题，而且也反映了双方在地位、身份、和谈判前提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给人的感觉，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就分歧仅仅是在会晤的地点上。你看，普京的表态是，他已经做好准备，乌克兰想谈就在莫斯科，随时可以。泽连斯基说了，去莫斯科那是不可能的，普京可以到基辅来谈，也就是双方目前的焦点就在会晤的地点上，其他的已经变得不重要。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说，26个国家愿意向乌克兰派兵。在欧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达成和平协议的第二天，26个国家组成了志愿联盟，就会向乌克兰派出部队。但是这里面德国这个态度非常微妙，德国是否派兵乌克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凡·科内柳斯明确表示，德国将在适当时间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参与欧洲对乌提供安全保障，并着重强调德方将参照美国参与情况而做决定。相比较其他的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德国在派兵进驻乌克兰这个事情上面一直比较小心翼翼。相比较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而言，那么德国在派兵问题上显得顾虑重重，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从军事角度看，德国军方对驻军保卫乌克兰的效果存疑。正如在其他地区的维和行动一样，派驻军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安全保障目的。相比较派兵，德国认为与其派部队进驻乌克兰，不如提升乌军的作战能力。目前乌克兰自身拥有一定规模的军队，提升其作战能力比直接派兵更为有效。二战结束这个80多年以来，德国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位置，就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换种说法，美国是大哥，所以在派部队进驻乌克兰这个事情上面，德国要看美国的脸色，也就是说他要亦步亦趋，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是彻底的得罪俄罗斯，跟俄罗斯翻脸，跟俄罗斯有可能直接发生冲突。到目前为止，毕竟德国跟俄罗斯没有直接冲突，虽然是间接，但是如果要派兵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直接冲突。倒不是说德国多么害怕俄罗斯，而是在这场博弈中，作为大哥美国，如果美国不下水，那德国他作为美国的小弟，至少目前是他会考量，也就是美国并没有直接把俄罗斯得罪时，美国并没有跟俄罗斯直接翻脸，那作为小弟跟俄罗斯翻脸值不值得？这就是德国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在种种考量之下，德国对向乌克兰派兵，他是显得顾虑重重。所以相比较派部队
入驻进乌克兰，那么德国更愿意武装壮大乌克兰自身的部队，给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也就是说，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态度暧昧，那么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那就只能是谨慎。德国总理默尔茨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看到大国印度、巴西等其他国家甚至公开站在俄罗斯一边，一种在所谓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新型伙伴关系正在形成。”这是默尔茨9月5号对记者说的。默尔茨承认欧洲无法独立向俄罗斯施压，仍依赖于美国的援助。他指出欧洲目前未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我们希望发挥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个跟欧洲不能团结有很大关系。如果说上合组织这种新型伙伴关系会影响到欧洲，那这个绝对是反映出欧盟这些国家心理的脆弱。上合组织既不同于北约，也不同于欧盟，实际上是个非常松散的这么一个形式。它成因实际上是反恐，把这些上合组织国家联系到一起，至少目前是反恐是大家感兴趣的。上合组织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正式的公开的支持俄罗斯，无论是印度还是哈萨克斯坦还是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巴西。乌克兰的情报总局他最近对媒体说大国未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大国未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代表安德烈·尤索夫在回答记者关于大国在支持俄罗斯方面所起作用的问题时，特别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的问题，做出了上述声明。没有军事支持，其他一切都是复杂外交进程的问题。尤索夫表示，这是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也就是布达索夫他的部下，这是对媒体记者正式的一个回答。所以跟咱们这个节目判断完全一致，大国和俄罗斯之间贸易那肯定是有的，这个也没什么好说，天经地义。只要不给俄罗斯出口这些武器，或者是明显用于军事用途的这些物资，不给俄罗斯提供武器，这是底线。至于交易你不卖，别人会卖；你不去俄罗斯买石油、天然气，别人一样会买。特朗普为什么非常生气这有很多人他理解不了。其实要仔细想一想，任何事情如果用情绪来代替思考，实际上那个解决不了问题。特朗普为什么生气？为什么给印度加关税？因为特朗普他认为印度从俄罗斯进口了石油之后，他自己并没有使用多少，而是他经过加工提炼重新包装之后卖到了欧洲，是赚取这个差价。而另外一个印度大国首先他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他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并没有增加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东方大国他进口的石油都是自己用自用，他并没有把它炼成柴油或者其他的产品，把这柴油汽油卖到欧洲，这个不能说没有，非常少。所以特朗普是非常生气的。他生气，一是生气印度不听话，不给他面子，但是特朗普最生气的实际上是欧盟。你欧洲天天喊着要跟俄罗斯干到底，但是你们呢又跟俄罗斯在做生意，不是直接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就是通过印度，最终还是向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所以这就是特朗普生气的地方。你拉开印度的客户看一看，发现大客户都是欧洲人，那印度无非就变成一个中间商，赚点差价而已，最终的用户还是欧洲人。那欧洲既然你跟俄罗斯对着干，你帮助乌克兰，或者你从自身考虑抗击俄罗斯的侵略，那你应该带头的吧，抵制俄罗斯的商品，抵制一切从俄罗斯流过来的石油天然气，那就不要去印度去买。所以不仅特朗普很不开心，那个印度的莫迪也觉得冤，这我不过是赚点差价而已，还不是你欧洲人缺石油天然气。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如其你给印度增加这关税，这2级制裁不让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为什么不制裁那些从印度买汽油、柴油或者其他的石化产品的
这些欧洲客户。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你制裁印度，实际上是掩盖了真正的买家。那真正的买家都是欧洲人，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我认为在这一块啊，特朗普并不是一无是处。首先你欧盟得硬起来，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欧盟你先跟俄罗斯之间断了关系，不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也不要通过第三方从俄罗斯进口，你就从欧盟跟上去，彻底的断绝了俄油俄气。在这种前提下，你再去要求东方大国，这个就变成顺理成章。如果你自己欧盟都在跟俄罗斯在交易，你不让大国去交易，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这个在监狱里面登缝纫机的俄罗斯的这个老黄俄斯特列科夫啊，又有了惊人的言论。像往常一样，这个斯特列科夫他总是要发表一些对地保老人、对普京不太友好的言论。比如说，他说特别军事行动现行模式已经失效，不再可能对乌克兰取得军事政治胜利。说莫斯科希望就未来边界达成协议，间接证明了这一点。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在战场上已经没有办法取得胜利了，只能靠谈判来讹诈。说拒绝守住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两地，这清楚地证明克里姆林宫无法在战场上果断地解决对我们有利的问题。前线以巨大牺牲为代价取得了战术胜利，并不能证明我们取得了全面胜利。莫斯科很可能抱有幻想，认为基辅将被迫割让顿巴斯剩余的领土，但问题在于，基辅在其军队被击败之前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乌克兰国家社会主义目前体制和我们武装部队的现状不允许乌克兰军队被击败，因此我们面临一个两难境地。这是斯特列科夫说的，要么准备投降，要么改变特别军事行动的形式，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摧毁乌克兰。这个观点跟德国总理默尔茨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仗必须以一方失败而告终。斯特列科夫说了，要么俄罗斯投降，要么俄罗斯发动叫战争动员，彻底摧毁乌克兰，就是把乌克兰打败。斯特列科夫说啊，在目前形势下，克里姆林宫只是在拖延时间，希望能够有所进展，或者等到我们的中国同志指示如何进行。这个斯特列科夫他说，俄爹居然要看东大的脸色，东大的指示来进行下一步动作。当然了，斯特列科夫作为老黄俄，他说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一种情绪，不是客观事实。这种情绪恰恰反映这些俄罗斯的老黄俄，就是他这个黄俄指的是沙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国对俄罗斯指指点点，俄罗斯甘愿沦为大国的小弟。这个是老黄俄最忌讳的，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所以斯特列科夫他说，现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六神无主，就等着他的大国来指示他。有媒体报道，《华盛顿邮报》他报道，他说特朗普计划将明年的20国集团峰会安排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高尔夫度假村举行。这个在哪儿举行不重要，反正在美国举行，就是 G20 峰会。我想说什么 ？G20 峰会，普京基本上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他就没有再亲自出席过，因为很尴尬。一个是外交，他已经被孤立。第二个受到海牙国际法庭，毕竟保不齐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国家的政治势力按照国际法，按照海牙法庭的要求把普京给扣留，所以普京从安全角度考虑 G20 峰会没有参加过，但是又考虑到普京他愿意到美国去，虽然去的是阿拉斯加，跟特朗普会面过，所以这次特朗普有没有可能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普京有没有可能去？如果普京参加在美国的 G20 峰会，那么西方这些国家，欧盟这些国家和组织，他们会不会为此而抵制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就像这一次抵制在东大吃席这个活动，它的理由很简单，大家理由都一样。虽然我们都是胜利的一方，但是你邀请了普京，我们是跟普京不能同时站在一个地方，所以你有普京就没我，有我就没普京。你请普京，对吧？那我们就不去。
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些西方这个国家，如果特朗普邀请了普京，那他们参加不参加？所以说这个也很有意思，大家到时候关注。大家觉得特朗普会放过这个机会吗？G20峰会他不邀请普京，不管是真邀请还是假邀请，邀请是一定会邀请的，这是礼节，来不来那是普京的事。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